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中国最近因为白纸运动，对中央官员表示要追究地方官员乱封锁的责任，包含重庆、北京、广州拢会开始小型解封啊。12月7日开始，户外会当免挂水暗咯。不过年底大型活动指挥中心也是建议民众上好是挂水暗。对今日开始，湘北、高雄、云林拢会加强科技执法来抓交通违规。另外，台北市今日开始，饮料店袂当使用一盖着瓶的塑胶杯啊。中国最近因为白纸运动，各地头拢有人伫咧抗争，对中央官员表示要追究地方官员随随便便就发封锁责任，包含重庆、北京、广州这寡所在，拢会开始小型的这解封。真侪民众拢话讲，这解封是骗过年更加欢喜。伫广州的海珠这寡所在剃头店，就一间店呢，伊开放营业的头一天就120万人来剃头。另外，伫中国的台商也烦恼讲，这严格的管控措施会搁再发生，不过因拢有事先想对。上海地铁站附近小区有一个便利，竟然全小区实施封控，引起居民甲防疫人员起冲突。也因为中国长期封控清零，和上海这个所在发起反封控的白纸运动，也引起国际关心。即马官方也要追究等随便封控。官媒最近也发现，刊载专家研究讲 ，Omicron 的致病力已经大大降低。上海宣布7日0点开始解封24个高风险区，另外包括广州这个所在也拢开始未解封。看到交通限制全面拍开，互广州民众真欢喜。有民众讲，这比过年更加欢喜。在这里感受一下热闹气氛啊！过年还开心。解封的第一件事情啊，先吃顿好的吧。民众大家拢真欢喜，镜头看理发店，早后工一天都120人来剃头毛，头家无闲甲袂去。心里很舒服，有收入了，然后房租啊、水电费都不怕了。心情特别开心。到今日解封，互民众疏忽自我健康控管。广州国医广州塔灯号提醒民众，每一个人拢是家己健康第一责任的人。中国官方7日公布，11月30日中国本土病例新增加35800例，真无简单。未解封，各界烦恼严格封控是不是够发生？担心都一定有担心，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性非常少的。比例来说的话，这个封控的影响可能不到经济影响的10%。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中国经济专家是建议当局应该采取精准防控，才当降低经济冲击。另外，河南郑州也宣布解封，未搁限制社会清零。外界预测有利苹果 iPhone 的生产，嘛为苹果甲主要供应商富士康解脱，优化正常的生产水准。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白纸运动拖到全世界17个城市，带有23届大型抗争。11月30日，伫日本、德国也有示威活动。前历史运动的领袖王丹就表示，这届运动出现对中国体制改革诉求，这是因过无的。另外，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也公开支持中国人民争取人权。不过，中国有真侪城市讲要来解除封锁，要来放零咯。这一放零了后，这白纸运动敢要来消失去，或者是会继续抗争？目前是也拢唔知。手提习近平的相片，大声喊口号，抗议的民众聚集伫日本东京的街路。中国白纸运动全球持续伫咧拖。I just want to help them, like, cause I'm not in Shanghai right now, but if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can do for them, I would like to do that for my fellow citizens. 同年期伊斯坦堡会当看到维吾尔族的民众去街路，其中有2是乌鲁木齐大会罹难者的家属。 11 ayının 26 günü Yekşembe günü ettigen ben küçük kız kardeşimden bir de annemden cesini kögellikten keyin öyle nuvafet tep ketkellikini kıldım. 另外，伫德國幾個城市，包括瑞士、蘇黎世、甲韓國首爾等各大城市，攏有聲援白紙示威的行動。真濟示威者佫進一步要求中國愛進行政治改革。 Wir stehen hier, weil wir uns damit solidarisch zeigen möchten gegenüber zu China und fordern, dass die Politik sich ändert. Mit den total unwissenschaftlichen Lockdown und lassen die Leute für die Opfer bedauern, also öffentlich. 針對海外中國人竄入的行動，歷史民運領袖之一王丹，7日喺東京的記者會呼籲全球都要持續關注這個事件的發展。
伊讲，少年人伫政府高度管控的情形之下，要是勇敢行起哩前线，叫习近平甲共产党落台，这是历来头一届。这毋但是争取民主，嘛是为着全部的中国人会当生存落去。Protesters are going right now have more and more focus on systematic change. A lot of Western countries talking about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but they avoid a mostly important issue is regime change. If there's no regime change, how can you improve human rights record? 各国政府嘛，小连续发声，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先肯定中国的经济实力，不过嘛讲，国家爱做出对公民有利的决定。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consistently stand up for human rights and the things that people in China and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are continuing to fight for. 目前白纸运动已经拓起到全球17个城市，海外中国人按算会持续举办大型小型的示威活动。不过，即马中国国内传出要放零疫情的管控，这波因为不满封控引起的运动，敢是因为部分解封来退烧，会是未来关注的焦点。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中国真正的领导人江泽民昨过身，今早起北京天安门随降半旗表示哀悼。有学者分析讲，中国最近因为疫情管控，加民众无欢喜，民众伫咧悼念江泽民的时阵，才有可能甲目前的习近平摕来做比较。那习近平要安怎悼念江泽民呢？这是一个正歹处理问题。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11月30日伫上海病逝。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进前，为江泽民默哀1分钟。北京天安门等等的所在，初一拢降半旗致哀。这个下世纪的政治人物，伫主政的期间，对台湾的政策，包括港北点、文攻武吓、统一时间表等等的关键词。如果说他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呢，他必须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江泽民任内，表示推动中国外交，加上美国总统华盛顿做伙推动中美战略同化关系，嘛为着家己的权力顾好条，积极提拔江派人马。尾啊，经过胡锦涛甲习近平执政了后，江派人马的势力都豆豆啊切落啊。原先江泽民时代的几个主要的上将啊，大概在胡的阶段就已经渐渐失势，然后到了习上来的时候，又把几位所谓的军老虎啊，还把他都打掉了，所以这个江的势力现在在党跟这个军的部分呢，大概都已经清得差不多了。最近中国坚持防疫清零的政策，严格防控引起济民怨，中国各地发起白纸运动表达抗议。未来会安怎来悼念江泽民？学者分析，这会成做习近平真恶处理的难题。对习近平来说，那么江泽民呢死亡了，转移人们对这个白纸运动的关注。当大家在怀念一个比当下领导人好一点点的人的话呢，也就是间接的对当下领导人的一种否定。中国官方初六替江泽民举行追悼大会，各方媒体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甲《光明日报》等等媒体头版，涉水嘛拢统一用黑白来悼念江泽民，而且嘛按旧例，未邀请外国政府，敢若由政党派代表来参加悼念。记者综合报道。联准会主席鲍尔表示，12月开始这升息的放慢，美国昨4大指数随起来，连带影响到台股今日表现，随徛登去15000点。另外，北京宣布拜登会去参加台积电亚利桑那州的移机典礼，这消息也让台积电的 ADR 起4.6%。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这台积电去到美国设厂，没有人才外流的问题。初六，台积电会伫咧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移机的典礼。白宫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嘛会去参加，鼓励台积电 ADR 起4.6%。也拿外界关注讲，台积电的人才甲出口业敢有外流的记录。重视我们台积电在美国的这个设厂。那我想我们跟美国会形成很好的这个供应关系。那第二个关于人才的部分，那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人才的这样的交流哈。那他也提到，大概去的是500人左右，但台积电的工程师5万人哈，所以这个没有人才外流的问题。不过，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罕见呼吁，政府应该要关心5年后的电敢有够用。王美花表示，政府拢有提早因应做准备，也若股市方面，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尼讲，12月份起利息的脚步会放较慢，这嘛鼓励美国四大指数收盘大起，道琼工业指数大起超过737点，带动台股今仔日开盘重新登去15000的大关，台积电开盘嘛收复500块，起16块。如果能够升息脚步放缓的话，那基本上美国它的这个造成的资金移动相对就减缓，那国际之间的股市相对会比较稳定一点。那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好消息。美国起利息的脚步若放慢，对国际股市来讲，会是一个真大的好消息。不过，台股这波起势会当挡偌久，未来要爱谨慎观察。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5595个本土病例，有53人死亡。国内疫情渐渐稳定。对于12月初1开始呢，这户外也当免挂嘴暗咯。不过，这年底进前的大型活动，虽然伫户外，这指挥官王必胜也是建议民众上好挂嘴暗，也强调讲爱看疫情的变化，若准大家自主防疫拢做了好势，无排除这嘴暗政策会搁再放力。户外总算唔免挂嘴暗，初一拜四嘴暗令放零的头一天，多数民众出门的时阵也是惯习挂嘴暗，只有少数民众脱嘴暗，享受一个新鲜的空气。距离旁边没有人的话，最好就是可以有比较好的空气嘛。但还是会有点不习惯了，但是总归有放宽都是一件好事嘛。针对外界质疑嘴暗令安怎无一摆解禁，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表示，目前除了新冠肺炎，也有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所以将分阶段放零。若大家自主防疫做得好，无排除加速开放嘴暗放零政策。随落来年底大型活动多，像新北耶诞城、跨年晚会等活动，虽然是伫复花，也不过也是建议民众挂嘴暗。新北市办的这个活动新北耶诞城这些人都蛮多，而且距离都蛮近的。那是建议带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元旦农历春节要到，真侪台商可能返台过节。王必胜指出，最近中国疫情升悬，阁有3大疫区，包括广东、重庆甲北京。提醒当地就学就业的咱国民众，爱赶紧做疫苗，也建议长者甲幼儿等去留族群，会当提前返台。在这个疫情起来的时候，那这个医疗资源都会有这个匮乏的情形，会有拥挤的状况。可能到时候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就医或者是取药这些相关的医疗资源的取得。那如果评估会有困难是不是提前返台？国内新冠本土疫情部分初一拜四增加15595例本土病例，中重症122例，死亡有53例，疫情下降幅度真慢，甲顶礼拜同期比只降2.6%。记者综合报道。户外开始当免挂嘴暗咯，这国内旅游也开始热烈热。亲像台中的武陵农场自2月初7开始咧，这樱花季。不过呢，今仔早起开放这路营区定位5800块位，无到5分钟就卖了了，比去年是更加抢市。有学者表示讲，这放零嘴暗限制对国内旅游是有帮助。不过景点的经营也是爱加强这服务品质。今日武陵农场的南梅园已经结完花苞，甚至有几丛已经渐渐啊开花啊。虽然景色和工作人员是真欢喜，也不过即马这个时间点，南梅的开花时间点比往年有较提早。已经开花了，是偷跑的，总有几棵不守规矩会偷跑啦除了南梅提早开花，梅花拿也有几丛提早开，也不过上互人期待就是满满的樱花拿。预计伫明年2月开始开花，武陵农场也伫初一早起8点开放明年樱花季期间，2月初7到2月的路营区定位，短短5分钟导航预定了了啊！较去年同时开放订营位约30分钟才被订完，呈现出非常踊跃的现象。武陵农场表示，就算不是假期期间，路营区也是人潮饱满，要前灯河加上翠暗铃放铃，互樱花季路营区更较受欢迎，打破以往订花记录。也提醒，若讲真正订袂到会，会当伫樱花季进前，也是3月初避开人潮。观光学者表示，翠暗铃放铃带动国旅游品质的恢复是一大课题。要注意它的永续跟这个深度旅游。那在这样的目的之下，我们的这整个旅游品质才能获得提升。那也要注意我们的整体的服务品质。黄正聪表示，翠暗铃虽然有条件放铃，也不过也是有可能有感染的风险。
放令应该豆豆开放，脚步无适合伤紧。那景点的经营也爱加强服务品质甲景点特性的呈现，才会当维持各路的节调。记者综合报道。也要来提醒观众朋友，对今日开始科技执法掠交通违规的点会变更较侪，亲像台北市就增加20个点，早起伫台北桥附近就掠到134件违规，另外伫新北、高雄拢增加16个点，分林是增加9个点，提醒民众出门在外守规矩，有关是安全上重要的。骑机车人贪方便，甲人行道当作车道直接骑起来。尖峰时段，几落台机车超过双黄线，逆向违规抢通行，全部互人翕甲真清楚。就算无警方伫现场处理，罚单照常送上门。前端的设备以及 AI 辨识软体辨识到的违规案件，就会传输到我们的科技执法系统。科技执法局扩大12月7日正式实施，台北市各设20位地点，处地范围毋若是市民大道、民权东西路、甲新海路这交叉路口，就连台北桥、像水车机车灯拢用电眼掠违规，敢若一载处地至少134件。各路口依据事故噪音及常见违规态样，采行不同多功能交通违规项目进行取缔。统计启用首日至实施止，计取缔134件。毕竟路上还是蛮多不遵守规则的人吧，对啊，还是很多三宝，所以对于科技执法来说，我觉得不错，可以再多增加一点。有一个吹的，他就每一台都超速了，要合理啦，什么都可以就合理啦。新北市警方发现，为10月底到今嘛，伫中和中正甲板南路口违规案件将近8000件，车辆行驶人行道民众上接烦，违规热点也有新增的中正甲新泰路口，有将近7000件，以违规停车上侪。伫这几位原来有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那我们今年择定了16处比较容易发生事故以及违规的路口来建置路口科技执法设备。路岸顶车辆无停让行人顶，拢是双北的处地重点。云林县甲高雄市也分别增设9位甲16位地点，加强科技执法。尽管每一个路口开发的项目设计拢无同，不过总讲一句，开车甲骑车守规矩，则袂大了钱。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对今仔日开始，也就是12月初1开始咧，所有这饮料店袂当使用一届就拼掉的这塑胶杯啊。台北市环保局早起也去到店头稽查，大部分的店家拢已经准备好势，不过也是有2间无符合规定，若准无伫咧时间内面改善，相关会当罚到6000块。一透早民众来买凉水，即间伫台北的连锁饮料店，初1开始袂提供塑胶杯。贵店符合提供饮料杯都是可重复使用或纸杯，然后符合规定，谢谢你们的配合。台北环保局扩大减少用塑胶，推动全市饮料店禁止用只通用一届的塑胶杯，也包含讲家己较环保会当分解的 PL 材质的杯啊。有一寡店头虽然阁有库存的塑胶，也配合政策无阁再使用。过去用色水来分层，看起来真水的饮料，即马干那会当装入去纸杯仔内底。渐层的或有色彩的都看不到了。其实没有关系，其实重点还是味道，不是那个外观。台北市全台湾头一个禁止只通用一届的塑胶杯的县市，环保局是沟通真久，总算得到多数店家认同，超过90%的店头必会完成配合政策上路。所以我们就订定了6个月的一个缓冲期，进行逐店的一个宣导。所以就是花很多时间去做沟通。对，基本上我们起码做了3轮的宣导。台北带头扩大减少用塑胶，环保署表示支持。原来什么时阵扩大到全国？环保署表示，为了降低冲击，需要时间。伊安尼拍算开2档的时间辅导，初步评估伫2024年的年底，针对全国连锁业者先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昨桃园警方伫5清路一间真家厝查到天九牌以及乌粒仔的职业交警，这挂跋筊的人客其中一个是台北市刑警大队警察。台北市警方甲人带回去调查了后，表示这名姓蔡的警员是去收集证据，报落去跋筊，不过无事先报备，伊个人行为也继续追查落去。为了闪避监视器，桃园市警察局侦缉小组甲罗德分局警员，秘伫草埔仔树站埋伏，但缴客组织30名警力到进攻5清路上一个偏僻民家厝，查获43岁世代查甫人经营的天九牌职业大赌场。全案于调查完毕后，陈姓男子及工作人员共4人，依赌博罪嫌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另64名赌客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进行裁处。
桃园警方除了查扣缴区天桥牌缴资97000多块甲20万多块的扣厘啊，另外伫现场清查缴客身份的时阵，发现台北市刑大生出来的警察组也伫缴场内。虽然伊讲家己是到场查案，也毋过警方为了谨慎，先将伊以社违法采取，佮交予台北市警方领回调查。蔡姓侦查所未事先报备及前往该址查布线，为征收过程。及遭桃园警方查获，本局尊重桃园警方依法裁处蔡元涉违法部分。北市乡大表示，细川警察组是前往查案，初步了解无涉及跋筊等不法代志，也毋过伊到警场进前无主动通报，进前爆发检警出伫地下会队主嫌的招待所，引起经济问题。警政署长黄明昭才要求检察，即马桃园警方扫动乌帮天桥牌交场，刷抓到家己人，敢是有违反警纪，也等待进一步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福兴的东安村呢，最近这空气内面拢有臭味，民众怀疑讲这农地仓库去互偷带电道的垃圾土。会同警方和环保局到现场挖开，县政府也依照空污法处罚甲这仓库主人业者，而且甲一罐垃圾土炸等于化验。滚出同安！滚出同安！滚出去！滚出去！居民手夹飘语抗议，因为这空气真歹味，已经制裁袂掉啊！指控彰化县福兴乡东华村这块农地有带电道的废土，甚至直接找怪手来挖。内底有一个足刺鼻的酸气的味啦，真险迄种感觉呢。内面人放足个太空包啊，足酸啊，佫臭啊。伊逐工就是头要透早头4点外才载物件来啊。我感觉讲囡仔咧正当的生理无人咧安尼啦。为空中看落，农地边仔搭一间铁厝，其他的所在屯白做空地啊。怪兽挖的所在就伫咧铁厝的头前。业者出面表示，这间铁厝是放各地收来的下料，包括烟片、桐油啊、氧化锌、甲阿鲁米糊，这拢有登记资料，一切合法。民众若有疑虑，会当采样去送验。即摆的问题，我讲嘛有做这违法的，我绝对要恁负责任头，啊，互恁开挖。近期的那个下雨啊，混合到那个集尘灰，它会散发出刺鼻、强烈的那个阿莫尼亚的一个味道。我们依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彰化县环保局表示，会有臭味是因为阿鲁米的糊甲雨水染做伙了后，释放出阿莫尼亚的味，会以违反空污法，罚业者10万至100万。嘛有派人去现场采样，也佫有甲挖出来的土摕去化验，要来厘清这敢是电道的废土。上紧2礼拜后才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际社会消息，这罗西亚的外交部长罗夫30表示，日本国家应该爱避免军事冲突，替核战威胁降温。伊也批评西方国家是逼乌克兰继续和罗西亚相战。另外，瑞典的服装品牌 H&M 伫罗西亚的别墅区进行关店大拍卖，要离开这罗西亚市场，也全世界裁员1500人。Президенты Путин и Байден в июне 2021 года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формулу,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ую Рейгана-Горбачева, о том, что в ядерной войне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она никогда не должна быть развязана. 俄罗斯总统普京捌几摆对乌克兰发出特别的核威胁，也毋过俄国官员逐摆拢否认会动用核武。外长拉夫罗夫30个表示，核武国家之间应该极力避免任何军事冲突，就算动用传统武器也应该避免。以防经济相关失去控制，伊也个反抗是西方国家，表示乌克兰继续对俄作战。И то, что наши западные коллеги вот от этой части формулы, о том, что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ника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快时尚成衣品牌 H&M 30伫莫斯科结束4个月的清仓拍卖，正式退出俄罗斯市场，会将资产卖予当地也是全国国家的企业。H&M 今年第3季因为缩减伫俄罗斯的业务，损失2亿美金，30宣布营运通膨，全球裁员1500人，成做第1间开始裁员的欧洲大型小卖商。
乌克兰战争进入第10个月，寒冬大雨、大雪加上摄氏0度以下低温，形成严重挑战。东部顿巴斯的前线乌克兰军人最近陆续收到防风雨的迷彩寒天衫、甲鞋啊、裙底啊等补给。乌克兰驻西班牙大使馆3集接到一个炸弹邮包，造成1名军官受伤。了后有一间被关注乌克兰武器公司也收到炸弹邮包，当地警方调恐怖攻击方向侦办。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欧美国家的禽流感当咧大流行，而且是死亡率正高的 H5N1。美国今年已经被调的鸡鸭，若准加上感染死亡的有5248万只，超过2015年的纪录。另外，伫南美洲的秘鲁和厄瓜多，也有上千万只野鸟和鸡鸭，拢爱被调，防止病毒传开。位伫厄瓜多中部科托帕西省的这座一家场防疫人员轻装备为鸡仔身上出样本，带回实验室检验，结果发现部分鸡仔感染高死亡率的 H5N1 病毒，也就是所谓的 A 型禽流感。Para mantener controlado el brote, ayer ya emitimos el acuerdo ministerial 134, mediante el cual declaramos el estado de emergencia zoosanitaria en el territorio ecuatoriano. Durará 90 días. 伫这90天期限内，除了各家禽养殖场的禽鸟袂当出入，抑阁至少有18万只家禽面临扑杀。南边的秘鲁禽流感疫情也真严重，规定咧鹈鹕伫海边仔飞加出大批死亡的动物。当局统计，大约有1万只的鹈鹕死伫 H5N1 禽流感加上其他禽鸟类，总数达到13800多只。北美的疫情更较严重，在新杂志上新的报道，今年以来已经有46个州传出 H5N1 病例，死亡的禽鸟类总数达到5248万只，超过2015年的纪录。迄当时的病毒株是 H5N2 加 H5N8，有21个州的5050万只禽鸟死亡。今年毋但是死亡病例更较侪，范围也更较扩大。禽流感疫情毋但造成公共卫生危机，也予特别内面的亚蛋仔暗淡。欧美国家流行伫亚蛋仔食火鸡大餐，规家伙享受团圆的气氛。因过除了美国疫情严重，英国也因为这波禽流感被迫扑杀超过100万只的火鸡。那英国当年火鸡产量有850万至900万只，显示这摆的禽流感影响年节庆祝也冲击农民生活。公司新闻自家人编译。前立委邱万安选调台北市长，本地会会伫咧明年1月初8补选。民进党是定调纵看台湾联盟理事长吴怡农参选，而且本人也已经去登记。国民党的部分党中央是希望台北市议员王宏伟出来选，不过伊本人是无意愿的。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选前是立委，所留的台北市第3选区立委的票，要伫明年1月初8补选。有意参选的上班伫12月初2完成登记。国民党内人选歹找，传出党中央要找台北市议员王宏伟出来，不过王宏伟真侪届表达无意愿。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目前还是不要的。我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不参选声明，然后我现在再去选。我觉得好丢脸。除了王宏伟以外，连任成功的市议员徐卡心已经表达无意愿，立委陈丽文嘛公开拒绝。另外，立委李桂敏嘛互人点名，前立委罗淑蕾捌表明有意争取，捌表达意愿的台北市议员王浩坦白讲不爱选啊，绝对无接受定调。我们还在全党努力当中啊，那我们一定提出最能胜选的候选人。那我还是强调一句话：国民党要走对的路。替对的人团结胜选。比起国民党伫台北市立委补选人选困难，民进党代理党主席陈其迈正式定调总括台湾联盟理事长吴怡农参选。吴怡农嘛随前往选委会登记参选。我这一次不会挂广告招牌，这一次不会插旗子，只谈政见，不做人身攻击，不抹黑。那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是一场正向的、良性的、精致的、政治的竞争。本来有意争取的市议员黄昭雄也表明挺吴怡农。针对蓝营这个台北市立委补选一期不利这届参选议员的民意代表，怀疑有政治考虑。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否认这个讲法，讲伤济啊。定伫这个日子，中选会真侪届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九合一选举引起不少的选务问题，就立委发现讲，一寡选务单位伫投票当天确实无主动互民众讲投票，甚至这届选举确真正无多出门投票，互监委认定影响投票权等等。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表示，拢会配合调查。另外，花莲玉里有一名乡长的候选人，伫咧竞选期间宣布退选，落尾也是选调，不过伊坚持无要就职。照规定是袂当互第二关票来补，就要定选。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针对这款的情形，会严厉处罚。所以想问确认者不能投票，现在监委要调查，想问一下您这怎么回应？大选结束几日天，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初一随去立法院备询，向问到限制确诊者出门投票，恐惊已经影响到因的投票权。有监委申请调查，伊讲会全力配合。不过，这届选务的争议也唔难这一件。我们选务人员可以问选民说：“你要不要领公投票？”这样子问并没有违反规定。选务单位向指控讲，无主动分公投票，是问选民的意愿了后才会提供。有立委认为讲，这个举动已经涉及干扰选举，就算李进勇讲无违规，不过中选会讲法却是前后矛盾。我们在今年的投开票所工作人员手册那确实有规定，就是工作人员不得主动询问选举人的投票意愿。选务引起的争议是一层过一层。花莲县富里乡还有乡长的候选人，在竞选的期间宣布退选，落尾手也是当选，不过伊是坚持要就职。按目前的规定，袂当由第二关票来补，也就是讲，伫12月25若无就职，3个月内都要搁补选。有立委就提出修法的建议。这开始真特殊啦，这个我们以后在修选罢法的时候，可以把它列入相关的一个讨论的议题，看是不是在有很明确或怎么样状况之下，可不可以来法律规定来处理。即马这就是变一个法律漏洞。另外有电视台去互民众检举，讲因甲候选人的票数拍了唔对去，甚至还有涉嫌灌票的情形。NCC 表示已经接到5件开票的申诉，若是涉及违法，在申请了后才会做处分。记者综合报道。九合一选举伫屏东县的开票，搁再出现问题。邦山乡的邦山村长得票数，其中一个投开票所的票数写唔对，虽然无影响到选举结果，不过这款涵盖的代志，民众也骂讲是真闹亏的。安若讲到屏东县区的选举争议是继续伫咧冤。国民党是呼吁中选会就要全面调查。国民党的候选人苏清泉伊也伫咧初二要来提起当选无效官司。不过，民进党的周春美表示，选举结果是屏东人做伙决定的，输袂起的个人或者是政党，拢无权利讲这道的选举无准算，也无应该用假消息害民众分党分派。摕资料出来证明，屏东县邦山村村长候选人齐明和心情是真沉重。不过，毋是因为输互对手，是选务人员伫开票的过程当中，家己的得票数甲对手的票数拍了毋对去。第四原本是高票落选，敢若输对手9票，煞变做输互对方101票。他是开完了，那个计票单也都记好了，但是主任管理员他在填写投开票报告表的时候，他把它填错位置了。虽然票数是无影响选举的结果，不过真明显有疏失。屏东县选委会会追究选务人员的责任。也若屏东县长选票的争议嘛，还未结束。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记者会，提出3段影片，是伫投开票的时阵，民众所见有争议性的影片。国民党文团会主委洪明凯讲，其中2段影片都发生伫屏东，显示这届屏东的投开票有争议，要求中选会要彻查，嘛要保全证据。没有真相，没有屏东县长，中选会必须要启动验票机制。国民党要的不是翻盘，要的是真相。我们要的是要帮全屏东县民找出真相。中选会表示，屏东的开票所虽然听数有淡薄仔问题，不过迄天固定也派来监票员，嘛拢有确认过票数无问题才签名，嘛无影响选举的结果。投开票的结果记录表副本会给在当场的政党所派来的这些监票员。所以他们的监票员也会把这个开票结果会送回他们的竞选总部。李进勇强调讲，开票结果完全正确。不过，国民党屏东县长候选人苏清泉会伫初二下晡提起当选无效的诉讼。也若选举了后一直无出声的周春美，是发出5个声明来反击。伊强调讲，民主投票的结果，毋是个人或者是政党用任何手段会当改变的。
嘛质疑网络顶有人超工散布攻击票数问题嘅信息，造成社会严重嘅对立。而且佫讲，去香港有问题偷开票数，开票结果是苏清泉大赢。希望苏清泉甲国民党拄好就好，爱较有站在的放屏东煞，伊会甲带领屏东向前行责任打起来，甲所有无分党派屏东人做伙拍拼。记者综合报道。18岁公民权修宪案落尾，因为同意票无超过所有投票权人的一半，就安尼先无来通过。今仔日就立委伫立法院召开公听会，讨论修宪案未来会当安怎做。有民间团体甲学者认为讲，即届无通过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宣传无够，另外一个就是修宪的标准伤过悬。11月26日18岁公民权修宪案结果无通过，有民间团体甲学者认为，中选会等机关宣传无够是其中一个原因。透过多元媒体来宣导，像 LINE 或者是脸书广播的，还有像我们有印海报到每一个地方政府宣传的问题。怎么很多人到选前都还不知道，原来这一次有修宪案哦。甚至是拿到选票才发现，并不认为这件事情完全是中选会的责任。我们去拜会行政部门，得到的结果都是说，他们不便表示意见。可是这个很奇怪，立法院全票通过一件事情，行政部门为什么不能帮忙宣传？另外，修宪案的公民合决听书，除了同意票要悬过无同意票，还要超过整体投票权人的一半。这摆同意票只有整体投票权人的29.35%，修宪的核定小过头悬，也真做焦点。修宪是目前各界认为有可能解决的办法之一。要求大法官对于修宪的门槛呢来进行判断是很困难。可是呢，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在这一次的投票当中，有超过40万的中华民国国民，他的公民资格以及投票的权利被剥夺，那他们就有权来提起宪法诉讼。学者指出，外界认为会使由立法院提出释宪，但是这就要立法院有因为现行法律造成职权无法度施行才会使。学者认为，因为目前立法院确实有顺利提出宪法修正案，所以这条路可能行不通。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进前行政院补助6亿，要予国中小的学生囡仔，这学期会当食到4届石斑。不过到今，抑阁有9个县市连一届拢无食到。进前嘛有立委建议会当用别种食材来替代。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日总算开嘴无排除用其他食材来替换。学校营养午餐食石斑鱼的政策，予外界积极的跳票。农委会特别开记者会说明，来挂销情形，保证这个月内会予其他也未食到石斑的9个县市拢未落高。我们已经有这样的经验了。那9个县市，如同刚刚媒体记者询问的，我们会让他在这个学期陆续的来吃到我们优质的石斑鱼。特别用简报显示石斑甲学校的出货流程，农委会表示，严格把关等拢是延迟的原因。在地协会代表嘛指出，石斑伫4至5斤的时，拢是较适合的大小，即马大多拢2至3斤，这有供货权的问题，会尽量供货，只是各界积极。若石斑无够，敢会以其他食材来供货。其他食材也可以，就是要让所有这笔钱都用在食材上面，让它可以吃得更好。所以鸡鸭鱼肉都有可能。对。面对国民党批评石斑政策为大饼，农委会大动作等成绩，但陈吉仲会后表示，若这学期4届食石斑袂好食，无一定稀散，肉类的供应嘛有可能，也就是讲，斑斑石斑可能变做斑斑，无一定是石斑。记者陈立开台北采访报道。家己东少饲的蚵仔本地准备要收咧，继续送去台南，家饲搁较肥，所发生这规的死规片的情形。家己县政府呢也已经向这农委会通报调查原因。在地饲蚵仔的渔民也认为讲这是天气造成的，希望政府会当提供补助。某某的蚵仔拢平伫布岸边啊，学人讲这当蚵仔身体拢总了去。家己县东石乡网寮养殖的蚵仔，最近原本准备要采收结果所发生大量死亡的情况。应该是天气啦，还有一个水质那个温度啦。今年温度规个海水质有较水温有感觉有较烧安尼啦。因为生殖器的关系，然后再加上密度比较高，所以就会造成本身牡蛎它的一个生物它本身的健康状况可能就会比较不好。
嘉义县政府表示，为了维护海洋的水质，4支蚵仔会当暂时放伫捕虾遮，会请人专门处理。乌龙港今年收成剩3成，希望政府补助因明年会当来服用。科农可以将这些科条集中到我们渔港的凸堤，县府下周就会集中来做一个清运。看要安怎好我这少资金啊，我来过来饲蚵啊，无每年都无钱通，无每年都无钱通去买遐蚵价、蚵嫂啊，伊就会通过来饲啊。县政府渔业科表示。湖边仔饲蚵仔的密度，每平方公尺莫超过7条，对蚵仔养殖环境会较好。目前的情况已经有通报农委会，水试所会过来现场调查造成死亡的原因。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人讲以食爸母生，不过咧做医生进前咧，就爱捌好济捌好深。这清华大学今年成设立医学院，为着要帮助学生更加了解到医学解剖，特别开1亿打造一间解剖教学研究中心。内底除了解剖实验室，阁会当透过3D 的影标本加 VR 人体系统，帮助学生更加入捌人体结构。清华大学医学院重新成立的解剖教学研究中心内底，除了有专业的解剖设备、专门冰存遗体的冰柜，嘛维持一定的温度。这个研究中心开1亿经费打造，也希望帮助学生会使对人体的组织结构有实际的了解。本上面看到动脉是标红色，静脉是标蓝色，然后神经是会标黄色。可是，在把解剖大体老师剖开来的那一瞬间的时候，那些血管全部跟神经全部几乎都是同一个颜色。有大体老师的帮忙，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身体内部的构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就是以后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医生。过去保存遗体大概需要1天的时间，即马透过全自动激素遗体丰富处理，会使将时间缩短变1个月。各有 VR 人体系统。让学生透过科技学起来更加有效率。还有电脑3D 的这个软体，就是希望协助学生能快速的了解到我们复杂的人体的结构。清华大学前校长蔡成峰也在现场参观遗体同意书，无条件捐出遗体做医学教学研究使用，来帮助学生奠定更加实践的医学基础。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讲台语长时行，有一群来自全台湾各地头的高中生甲大学生，因做伙发起台语早计划，用少年人的方法要来推广台湾语言文化。大家好，阮是台语早。影片真简单，无厉害特效，少年人对观众小解Me Too事件，嘴讲的是台语。对阮这辈的人来讲，台语是一个老岁仔在讲。阿公阿嬷咧讲的语言，所以阮想要用 IG、FB 甲大家讲，台语其实嘛是在足时尚的，但是台语嘛是在过潮流的。柯信和是108课纲第1届学生，台语早本地只是因2年前的自主学习计划，后来刷吸引真侪有同款想法的学生加入。团队目前有100多个来自不同所在、不同科系高中生加大学生，伫 FB 加 IG 顶悬甲大家讲台语，用台语文讨论少年人的话题加社会当咧发生的新闻。另外，因嘛出外景录影，和其他青年团体合作，用台语小解电影的历史文化。今仔日为虾米是你甲我介绍啊？因为阮敢若我会晓讲台语尔。你看起来有一点仔紧张呢。无啦。虽然讲了紧张，无啥练长，但是100多个人内底总是有较高讲的。团队内底嘛成立班男语检定培训班，互相帮忙，做伙进步。好，能力较好的学生嘛有讲台语的机会，嘛有教台语的机会。互能力无较好的学生有学台语的机会。成立伫疫情时代，台语早一直以线顶为主，不过因按算伫明年举办实体营队活动，互各小甲各中生参加，做伙伫浸水式的语言环境当中，甲母语捡回来。记者林书豪、谢桂林综合报道。人讲食较老，学较老，伫越南就有一群阿嬷，因利用有闲时间，逐礼拜去上免费英语课。这群阿嬷虽然已经有会对这正册份的英语呢，正拍拼伫咧练习，到当已经会当生活对话，也个唱英语歌。Glass，
但是念愈这边愈熟，越南首都河内这个阿嬷年纪真侪岁啊，啊，毋过英语讲甲下叫。My name's Lộc. Never to learn English. 特别80岁黄世乐每礼拜二准时到英语课报道，甲一群同年纪的同学真欢喜学英语。上课的教师是年纪刚30岁的方世仁，伊4年前为着互老大人有一个所在会当做伙学习，决定开设免费的研发英语课。伊甲志工团队带一群60阿嬷学发音、记单词，目前已經有200個老年學生。Ở cái lớp tiếng Anh của người lớn tuổi này thì các bác thực sự đã cố gắng rất là nhiều, đã nỗ lực rất là nhiều để có thể có được cái ngày hôm nay. Ít nhất các bác cũng đã có cho mình một cái vốn từ vựng nhất định và có thể dùng tiếng Anh có thể ứng dụng trong hàng ngày. 當然，學外語對老大人來講唔是遐尼簡單。黃世樂較早毋捌學過英語，發音對伊來講真困難，嘛捌真識字，啊毋過伊無放棄。即馬已經進步到會當聽捌孫仔伫講的部分英語。Các bác lớn ấy thì cũng nên cố gắng học, bởi vì học cái thứ nhất là nó không trì trệ cái óc của mình và nó luôn luôn hoạt động. Thế cho nên cái đầu óc của mình đã hoạt động thì nó không bị lẫn, rồi không bị đi vào đường này, đi ra đường này, đi đường kia. 黃世樂唔是烏白講的，一寡研究顯示，學習語言對老年人維持甲增強認知能力真有幫助。因學耍做伙唱歌交流，也會當減少孤單。透過學英語，這陣阿嬷互家己的樂齡生活更加豐富，嘛更加精彩。公視新聞徐婉玲編譯。明仔天氣是好也是歹，做伙來看預報恁就知。嘉南到新竹對18度到22度。苗栗到雲林對18度到26度，嘉義到屏東對18度到31度，宜蘭花蓮台東對18度到27度，平湖金門馬祖對12度到23度，還有未來3天氣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點咱再相會。